所来，咱来关心这个体育的好消息。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目前当伫咧巴林王国咧举行。台湾这届拢总有13个选手参加，到初五下晡5点的统计，电竞的项目目前已经摕到3个金牌、2个铜牌好成绩。当伫咧巴林举办的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，咱国选手表现出色。电竞项目高义勇走100公尺、200公尺、400公尺拢摕到金牌；吴玉业走100公尺加200公尺铜牌。另外，吴义勇走400公尺，嘛以1分9秒7的成绩，破全国 T11、12、13 3组分级的纪录。教练张福生表示，选手的心理状态是上重要的。练习以外，就是要选手临场的表现要正常，这是上重要。一般的成绩偌济，来到这就差偌济，错了我都突破纪录，就是选手临场的表现。吴义勇3年前开始练电竞，认真专注练习是维持成绩的秘诀。这次头摆出国比赛就摕金牌，也特别感谢教练加陪走员。有时候成绩会一直上不去，就是要一直去练啊。去把感觉找回来，只是觉得很感谢学长啊、教练和学姐这样。学长他是我的陪跑员，然后他在比赛的时候就一直都带着我，然后教练也在旁边，然后陪我这样。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4年办一摆，今年台湾计共13位选手，分别参加电竞、游水、地板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、跆拳道。目前比赛搁咧进行，代表团也邀请民众上面册台湾 in Bahrain 关心上新消息，替选手加油。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。